若是破病要去予医生看，就要搬山过岭、驶几啊点钟的车。若是肚脐的长辈，或者是行动无方便的病患，就更加为难了。桃园圣保禄病院的山地医疗服务团队，为1998年开始，每一个礼拜四，拢由加医科的医师调慧温，带着护理人员到复兴区，为山区甲部落的民众来看诊。今仔日行动医疗系列的报道，就要带乡亲来去桃园，来看一阵医疗人员20多年来安怎甲医疗送入偏乡。好，喉咙打开，好。我觉得医生最大的价值是在你能够救多少人。最大的信念就是，我认为山地医疗的话，他们比较需要医疗的帮助。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自己有缘遇到的每个病人。一个真正好医师就像佛陀一样，就是帮助你离苦得乐吧。这个苦呢，不是说只有生病才苦。偏乡的人口都慢慢外移，所以那个人口少的话，看病的人数就自然少了，就像大学学生一样啊，越来越少。桃园圣保禄病院该科医师刁慧芬，每礼拜四拢会到复兴区甲民众看诊，而这个热心持续到达已经24年。咱要是配合办理啊，加爱困药啊，无嘿。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刁慧芬是香港人，伫台湾行医超过40档。1998年，伊结束家己诊所的业务，加入桃园圣保禄病院，归心投入山地医疗服务的工作。皮肤也旧，剥皮，太干啦，皮肤太干啦。这到底？对啊，你要涂一些润肤的东西啦。啊，那给你一条药膏啊，你看阿伯要什么？哎，真的药膏一条。真的用药膏一条。来，阿伯，这药膏给你哦，哈。好。有到了。好了，有病人证。对，我要让稍等一下。稍微等一下，拜托一下。好。行动困难的慢性病患者，医护主动行入来到徛街。你的宝宝也很兴奋哦。妈起来哦！单位内底甲参花季、台语含广东话是刁慧芬问诊的特色。听看卖，就是小可有痰呢，这听未？阿妈会听无？他都会询问阿嬷，你现在哪里不舒服？怎么样？然后妈妈有时候她会讲得出来，她就跟刁医师讲，然后刁医师真的人很好，他说妈很细心的，很慢慢的问。一礼拜见一摆面的缘分，因互相关心，就亲像朋友甲亲人的关系。我记得还有我。来了，偷来看的。好久没有看到你了耶。大家都很喜欢你这边的人。相处久了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感情啊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个就跟朋友一样啊，大家跟朋友一样。好像那个阿婆的话，我看她已经10几20年了。谢谢啊，医生，谢谢。山的故事音乐活动伫咧复兴山区，歌声含巡回医疗车的出现，已经画上等号。
未来到山区步调嘛对咧慢起来，医护人员真侪时间其实拢是伫咧等病人。那个司机大哥休息了，不然他们一直开没有休息太累。所以会在这边等病人，顺便等病人，有病人就看，没有病人的话就大家休息，差不多休息到半个钟头嘛，一般对啊。有时阵等待落空，颠倒是一种安心，代表大家拢平安健康。伊嘛继续往后一站出发。因为被听求助的民众，医师嘛主动来敲你的门。应该没有了，可能有比较好出去。上个礼拜四的时候，我们上去的时候，他刚好错过了，没有人。山顶雾气渐渐变高，因继续向前，往需要医疗资源的所在大步向前。我们本来是上面有站的啦，可是因为那个在维修有车子就没有上去，不然我们平常还是会开上去。那有居民带猫粮过来吗？对呀、我们要照顾人，也要照顾动物。他们听到我们的医疗车的声音，就会赶快出来。医师，这是哪一个部落？小苏洛。那现在有人要来看病吗？有他现在要来。我要来了。那个胃溃疡要出来了。胃溃疡要出来了，那你有吃辛辣的东西吗？没有呢。没有啊。一天内，巡回医疗车必须停留10怪点。山顶的民众拢是听歌声，找行动诊所伫咧倒位，因为错过就要搁等一礼拜。上次我也是跟你错过啊，我在房间，然后再用我妈妈。我要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已经离开了。医师提手写板、复写纸代替电脑的复制功能，拍开后车厢，简单的行动药局准备开幕。你都没有药物过敏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好。要不然你在你们房子里边看做什么记号都可以啦。我们可以进来吗？可以呀，可以进来，可以进来哈。听起来有痰。有痰哈，它痰蛮多的哈。有痰的话，最主要是给他起来活动，坐起来。是因为之前阿嬷都会坐在门口等我们，对，因为我们也不晓得她跌倒了，想说她怎么那么久没出来。那这次我碰到了。就变成是说，就是有机缘、有缘分就会碰到。新慧，你在哪？真侪年来，对医疗团队去山顶替偏乡部落付出的，还有一个阿美族的安娜修女。对啊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昨天去看病。很不舒服。好，那我们请医生来给你看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该是。你那个心律不整的话，吃了那个气喘的药，它可能会更严重。假如真的不行的话，那就要下山了。卧床病人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医生，也许他在家里没有听到这个声音，也许讲，那我就看到就是说，周医师，你可不可以在某某家里有一个病人可以看一下？就这样。然后后来就是这样的因缘，就一个部落就去把它看了这样子。部落内底民众印象中真侪囡仔时发生故事，甲当弟弟也真心。从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小时候对他认识就你啊，我家讲我不会说很多。
很老实嘞。不过，我是谁？安拉修女，今天礼拜4，廖医师要来看你。 到找医疗服务，医生若解除病痛，嘛互患者更较侪心灵的安慰。看哈，这是廖医师。哎，你好。现在这怎么样？我们今天的腿都跑完了吗？目前是还没有。 因为后面的话还有将近有4、5个点，天都快黑了。对，我们回去了之后，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天黑才会到医疗站。护理师李孝芬是泰雅族人，加入福音区的山地医疗团，服务嘛超过20天。 也就像是一个原住民的孩子回到了自己的部落，我可以就是很放松。虽然我是在职业，就是在工作中，可是在这个工作中是充满了很多的热情。当初想法就是，我想在平地的话，它医疗系统资源已经很多了。那山地它比较需要医疗，平地的话。 医疗资源相对比较多了，那我觉得我上来山地医疗的话，可能对其他人的帮忙更大了。这边再过去就辛苦了，天已经慢慢黑了。 12点钟来，因走完巡回医疗点，这个时阵山顶的公路，敢若剩车顶伫咧倒。24年来，因信念坚定，行遍远行路，累积长达22万公里的行医路。 除了巡回医疗车在下巴林地区，还有由圣保禄医院以及长庚医院的医护轮流驻诊的华林医疗站，提供在地居民紧急或必要的医疗服务。伫咧华林医疗站点一暝，拜国医疗团队落山了后，皆当看到刁慧芬伫咧门诊无用身影。有没有嗡嗡叫？有耳鸣。哪边耳鸣？那我再帮你抽个血，看看有没有贫血的问题啊。这边没有办法跟 病人聊太多，那也没有办法像山上这样，稍微开玩笑这样。有个通血管的要求。巡回医疗的话，通常的病都比较简单嘛。那就算碰到急的，我也没有办法给他做详细的检查，我也不知道他真正的原因。那在门诊看的话， 你可以整个 case 给他 follow， 那你知道他这个不舒服的原因，做完检查，跟你所想的有没有一样？这个比较担心。那你可能也需要到耳鼻喉科去检查，看看是不是耳石引起的问题啊。好，这样可以了啊。那礼拜1再回来。 好像有点喘呢。当因进入医界时，顶真宣誓，嘛坚守信念，保证家己爱奉献一切，为人类服务。刚上来的时候，我是上来试看看，现在已经习惯了，那跟他们像朋友一样了，反而已经喜欢到山地医疗来了，那继续。 最大的信念就是，我认为山地医疗的话，他们比较需要帮助了。